Hello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套綺瑤灣嘅電梯兩房，高層視野開闊，哇！你睇下個景觀，哇！你睇下個鹹蛋黃，幾靚！呢度仲可以睇到大夫山，晚黑嘅夜景都一樣係好靚。呢間屋咧，業主咧係度假用嘅，所以咧係可以拎包入住嘅。個廚房咧亦都係有二次裝修，平時咧係定期有人搞衛生嘅，所以保養得係比較好。呢個細房咧，佢就做咗榻榻米。咁呢度下邊咧係可以揭起嚟，收藏雜物嘅，一樣係南向。呢個咧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有一個定制嘅衣櫃，一個大飄窗，哇，南向啊，哇！依家呢啲咁嘅天時，特別係天凍，